想屋企溫馨又實用，睇下呢個兩母女嘅全屋翻新案例。佢哋中意溫馨嘅氛圍，但原本廚房門正對大門，格局唔夠理想。今日就帶大家睇下木人家嘅原木風設計係點樣完美落地嘅。呢間富景花園592尺3房單位住咗一對母女，佢哋想解決廚房門對大門嘅問題，做原木風又怕太單調，仲要夠晒安全實用。今日睇木人家設計點樣一次過搞掂，一入門就見到呢個 L 型入壺櫃，所有舉角全部做咗圓弧處理，唔怕撞親，對老人家同小朋友特別友好。我哋特意做咗一體化換鞋凳，唔使再搬凳仔換鞋，日常出入超方便。右手邊呢個睇落似護牆板嘅，其實係隱藏式鞋櫃，入面裝咗360度旋轉鞋架，收納力直接翻倍，兩母女嘅鞋全部都放得落。過嚟呢邊就係一體化神櫃同餐邊櫃，專門留咗獨立開放格放神位，仲有玻璃展示櫃擺設，中間預留咗足夠嘅插座位，底部仲預留咗掃地機器人嘅充電位，頂部同底部都做咗內嵌燈帶，光線溫柔又有層次感，睇落特別溫馨。呢兩面牆選用 N 級板材，邊角全部做圓弧設計，再搭配金屬條點綴，避免木色過於單調轉入客廳。電視邊角做咗圓弧設計，搭配格柵造型，唔會太單調。下方地櫃收納空間充足，仲加咗底部燈帶，睇落溫柔又有層次感。轉過嚟就係我哋改動最大嘅廚房，由客廳入做咗聯動3趟玻璃門，出入空間闊落好多，仲唔會阻地方。入到廚房上下都做滿收納櫃，洗衣機家電全部嵌入，台面空間用得一啲都唔浪費，底櫃仲加咗燈帶，夜晚煮嘢都好光猛，又唔會有黑影。想翻新單位嘅朋友即刻 WhatsApp 木人家設計查詢報價啦。